早買早享受，遲買平一半啊！咁喺中山城區呢一個豪宅屋苑咧，直接劈晒一半啊！講緊總價100萬出頭多少少，就可以喺我身後呢一個屋苑入手一套單位噶啦。而且我哋門口呢啲街鋪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啦，有埋我哋嘅直通巴士係可以送你翻到深圳灣關口嘅。走，我哋一齊去睇睇翻。行入小區，到處充滿咗一片綠油油嘅綠花，有埋我哋鳥語花香的感覺。我哋可以見到啦，成個屋苑咧已經起好晒，目前已經係現樓，俾埋我哋高 level 嘅一種 feel 啊！因為咧佢仲帶埋我哋一個2層嘅下層式嘅一個會所啦，有埋我哋嘅瑜伽室、健身室同埋恒溫泳池嘅，滿足晒我哋唔同業主嘅一種需求。走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翻佢嘅示範單位。好啦，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咁豪宅嘅標配咧就係配備我哋一個子母門嘅一個設計啦，包括埋呢個華為控制面板，亦都係我哋嘅交流標準。咁呢一套單位咧係110平方，俾我哋做到3間房、2個洗手間㗎，由高峰期嘅2萬幾蚊1平方，劈到而家單價只需要1萬蚊啊！而且仲係帶有全屋嘅豪華裝修，現時仲搞佢嗰度贈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拎2件衫咧就可以入伙噶啦。咁呢一度嘅 location 咧都係位於我哋中山嘅城區中心啦。呢度露台望翻出去嘅視野就係望晒我哋成個中山嘅一個城市景觀。呢一個景觀係永久景觀啦，唔會再有變動嘅。咁呢一個單位總價 total 100萬出頭多少少，去翻我哋嘅深圳灣關口，講緊都係40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時間。咁你都有興趣嘅話，評論區3個6將啲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。